I have no regrets. Neither should you. 由湯告魯斯 Tom Cruise 飾演 IMF 特工伊頓亨特 Ethan Hunt 喺職業特工隊8最終清算中再度出擊，踏上有關人類未來命運嘅終極任務。CIA Black Vault break-in. Am I reading this correctly? The Kremlin bombing? In fairness, the bomb was actually meant to kill him. He gassed a security briefing. That was just 2 months ago. This explains the handcuffs. It's still not clear why he's here. 延續職業特工隊7致命清算嘅劇情，伊頓必須與時間賽跑，追查一項足以顛覆世界秩序嘅人工智慧武器。喺全球勢力爭相奪取 AI 控制權嘅混亂中，佢將面對來自過去嘅盟友與宿敵。呢場驚心動魄嘅國際諜戰，逐步揭開隱藏真相，亦都將 IMF 團隊推向最嚴峻嘅命運考驗。I need you to trust me. 導演基斯杜化麥哥利 Christopher McQuarrie 係美國知名編劇、製片人同導演，佢嘅成名作為經典懸疑片《非常嫌疑犯》The Usual Suspects， 並且憑此榮獲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。But there I was. At that point, I wasn't scared. I knew I hadn't done anything they could do me for. Besides, it was fun. I got to make like I was notorious. All right, you all know the drill. When your number is called, step forward. 此外，佢亦參與華爾基里暗殺行動、Valkyrie 等劇情片編劇，展現深厚嘅敘事功力。10 minutes. One for the chip. 自職業特工隊5起，麥哥利便接掌導演棒，成為職業特工隊系列嘅核心創作靈魂。佢同湯告魯斯長期合作無間，從劇本結構到動作設計皆高度協調，使到系列風格日益成熟一致。佢以緊湊節奏、極富張力嘅動作設計及細膩角色描寫聞名，係首位連續執導多部職業特工隊電影嘅導演。湯告魯斯唔單止擔任主演，更身兼監製，展現對系列嘅全方位投入與創作主導力。電影製作涵蓋全球多地實景拍攝，包括英國、挪威、意大利、阿拉伯同南非等，打造出一場場震撼視覺與地理跨度並進嘅動作旅程。最終清算作為致命清算嘅直接續集，延續前作嘅敘事線同角色關係，同時由原班幕後團隊共同打造，確保風格延續同製作品質一致。特別係本片依舊強調實拍特技與高風險動作場面，湯告魯斯每次親自上陣，再次為觀眾帶嚟真實且無可取代嘅感官體驗。伊頓同 IMF 團隊此番任務係阻止一個具備自主意識且脫離控制嘅 AI 個體 The Entity。該 AI 原被封存於俄羅斯潛艦中，卻意外進入全球網路，威脅引爆核戰。為奪回控制權，伊頓必須取得可開啟 AI 源碼嘅10字鎖匙，並進入潛艦奪回代碼裝置。同時，團隊亦都研發名為毒藥丸嘅病毒，用以關閉 AI。過程中，老戰友魯德為拆除核裝置犧牲。最終，伊頓喺南非展開決戰，成功阻止 AI 復甦，化解毀滅危機。故事以 IMF 成員各自展開新旅程收尾，為系列畫下動感與情感兼具嘅句點。最終清算喺2025年5月全球同步上映，截至7月全球票房累計大約5億美元。雖未突破系列先前票房高峰，且面臨4億美元巨額製作預算同整體市場熱度下滑嘅壓力，最終表現未達派拉蒙影業嘅預期。然而喺競爭激烈嘅2025年影壇當中，仍屬表現穩健嘅中上之作。喺口碑方面，電影同樣取得不俗成績，爛番茄新鮮度約為 80%， 評價普遍認為本片結構宏大、動作震撼、情感真摯。Metacritic 評分為67分，屬於普遍好評。CinemaScore 觀眾評級為 A 減，顯示觀眾觀影體驗整體正向。多數影評人指出，本片喺動作同懸疑張力中成功融入角色情感，為呢部系列長跑之作畫下優雅且有餘韻嘅句點。
但亦有觀眾反映169分鐘嘅片長略顯冗長，尤其喺中段 AI 威脅與核協議嘅鋪陳上，節奏稍嫌拖慢。即便如此，最終清算仍然續系列對實拍特技嘅堅持。湯告魯斯以62歲之姿親自完成高空扒飛機、零下40度深海裸潛逃生以及燃燒跳傘等震撼場面，體現搏命演出嘅極致誠意。全片採用 IMAX 攝影機拍攝，畫面範圍較一般版多26%，進一步強化視覺沉浸感，使 IMAX 成為觀眾觀影首選。You gave him an aircraft carrier? 作為職業特工隊系列嘅最終章、最終清算，唔單止延續咗該系列一貫嘅緊湊節奏與極致動作美學，更注入咗對角色命運嘅情感總結。湯告魯斯以極具分量嘅演出與親身實拍特技，為伊頓亨特呢個角色畫下傳奇句點。而導演麥哥利則以成熟敘事與視覺調度，構築出一部氣勢恢宏又細膩動人嘅壓軸之作。對忠實影迷嚟講，呢個係一段充滿情懷嘅回顧旅程；對一般觀眾嚟講，則係一部動作震撼、劇情紮實嘅商業巨片。雖然稱唔上完美，卻足以圓滿。Bogey's at 2. They're showing us their missiles, man. That's the only warning we're gonna get. Russian aircraft. Gotta go. International airspace. No challenge. I repeat, no challenge. Where the hell are you going?自1996年首集上映以嚟，以湯告魯斯為靈魂核心嘅職業特工隊系列，透過高難度實拍特技、明快敘事同全球場景冒險，成功打造出橫跨30年嘅動作電影經典。喺當今綠幕同 CG 泛濫嘅好萊塢，職業特工隊仍然堅守實景同真人特技嘅原則，從徒手攀登、下一理髮塔到深海無氧逃生，每一場驚險場面都係真實肉身嘅極限挑戰，更加係湯告魯斯對銀幕與觀眾嘅誠意承諾。呢一種以身體說故事嘅創作方式喺今日顯得格外珍貴。最終清算或許唔係系列中最精緻嘅一部，卻以最真摯嘅方式為呢一段跨越時代嘅冒險傳奇畫下動人句點。